多謝主席。主席，首先呢，就我自己個人認為呢，即係小巴確實真係充當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喺度服務緊我哋廣大嘅市民。咁今次我哋討論就係講小巴嘅營運。咁其實我覺得營運嘅成敗呢都好睇頂層嘅設計，以至係前線嘅表現嘅。咁頂層設計我諗即係運輸署都比較清楚。究竟有冇啲線路其實小巴都可能向佢哋申請過提過嘅但係到今天仲未審批。我想講嘅咩呢？譬如我自己選區為例啦，都有啲旅遊點嘅西貢嘅東巴。咁而家呢，其實即係小巴商都曾經同我反映呢，就係因為平日係不能夠進入嘅，咁啊靠的士嘅啫。咁啊而家的士有啲仲係即係收得比較高價嘅黑的先俗稱。咁所以類似呢一啲線路，另外仲有啲線路呢，就係呢好多市民同我反映呢，去醫院覆診嗰啲線路呢，成日都上唔到車嘅。咁點解又上唔到車？點解有上唔到車嘅情況，但係嗰個而家出嚟嗰個嘅即係個效果好似又跌咗呢？咁樣係咪中間係咪有一啲嘅地方喺頂層設計嗰度可以做好啲，令到佢經營呢係可以得到更加順暢呢？至於頭先講頂層設計，以至係前線我睇到當然好樂見嗰個補充勞工計劃呢，其實都相對可以協助到業界啦。咁但係呢，其實我市民反映呢，有時係司機嘅表現呢，確實令市民有擔心，甚至乎呢有機會卻步。假設如果係有其他嘅服務選擇嘅話，可能佢寧願選擇一啲比較質素好少少嘅交通工具。咁所以喺前線上面，究竟係出現咗咩問題呢？係人手仍然不足夠啊！雖然已經係審批咗好多，而家亦都係落咗地去協助緊業界去協助做揸車㗎啦咁樣嘅外勞。咁會唔會仲有其他情況呢？我相信呢，即係如果講營運，一定係要由頂層設計以至係前線嗰個嘅情況呢去考慮。同埋呢，而家我哋香港成日講話發展旅遊啦。咁其實我頭先講西貢嗰個例子啦，其實我哋西貢呢一班持份者呢，旅遊業界地區經濟嘅持份者，其實都覺得交通係好不便嘅入西貢。但係呢，我哋就叫做香港嘅後花園。我哋成日講話，喂，會唔會有啲路線可以方便旅客由尖沙咀直接可以去到西貢呢？咁呢啲係咪可以俾小巴去做呢？過往都冇呢啲路線嘅。咁我覺得頂層設計方面呢，係應該要大膽少少、創新少少，同埋呢可以呢跳出過去嘅框框咯。多謝主席。好，幾個問題，唔該請處長回應。好啊，關於嗰個路線設計嗰度呢，其實我多謝議員嘅意見嘅。其實我哋都知道，其實如果有機遇有一啲地方係有旅遊嘅一啲嘅需求，係咪都係可以係利用小巴呢個？我哋會諗嘅。譬如真係大家可能都知道，農曆年紅花嶺嗰個小巴，我哋都係同佢傾過，真係可以需要繁忙嘅時段，佢哋加車，佢哋亦都願意。營辦商有陣時都係好樂意去做呢一啲。關於西貢嗰度，稍後我請助理處長嗰個線路嗰個最新嘅安排可以回應一下。咁至於話其他有啲個別路線，譬如醫院路線上唔到車，我哋會其實運輸署都會去做調查，睇下嗰個嘅載客量會唔會邊啲路段係比較繁忙上唔到，我哋會同營辦商呢就睇下係咪可以有車輛調配或者係加車嘅安排。咁如果議員有具體路線，亦都即管係同我哋反映，我哋可以同翻相關營辦商去跟進。輸入勞工計劃嗰度呢，其實我哋從業界嘅聯繫都聽到，的而且確係幫到佢哋都幾大忙嘅。咁因為佢哋司機人手穩定咗啦，咁相對佢哋其實服務嗰個準點穩定性亦都係改善咗。好似議員咁講呢，乘客亦都見到嗰個服務嘅確定性同埋嘅改善，其實係更加願意去搭嗰個小巴，所以係大家都雙贏嘅。咁我反而就聽到其實因為呢啲輸入嘅勞工，佢哋嚟到香港剛剛受到培訓，好多都好禮貌，亦都係好因為剛剛即係培訓，我哋都嚴謹啦，每條路線都係要佢學夠鐘先至可以揸。其實都係見到佢哋駕駛都係謹慎嘅。不過如果有個別路線，真係議員亦都係有收到資料，可能都有一啲表現上面嘅一啲嘅關注呢，都可以同我哋講，我哋係可以即時同有關相關嘅營辦商都聯繫下。因為即係營辦商點樣管理佢嘅司機，我哋亦都係非常之着重，亦都係佢哋嘅責任嚟嘅。我哋覺得我哋需要跟進下。唔該。係咪請助理處長好簡潔咁回應補充一下？
好，主席多謝李議員提問。頭先講東壩嗰度咧，其實我哋都好密切同翻個營辦商。今天咧，其實喺週末有條9A 嘅路線喺北潭涌去東壩。咁其實無處不旅遊，或者我哋都察覺到過往長假期都多咗啲國內旅客，即係想去嗰度咧。其實營辦商都好樂意再加車，或者甚至研究係咪平日都可以提供服務。呢方面其實大家個目標一致嘅，咁我哋都會積極跟進。多謝。